还是迄个400被食起来到50死，啊，迄个原来800公分的56，啊，你降20公斤了，对一边较好？当然是这边降了较好啊。伊的体脂肪少嘛，肌肉量大，论运动年龄，伊嘛120年啊，才26岁啊。论世界经验，中国伫顶一届嘛第2名，啊，去年伫世运的时候唔敢来，知影伫台湾吼，若输台湾民主歹看，都唔敢来。啊，即看就讲哦，台湾派这个娃娃兵高中生来，哇，今仔日咧食豆腐咧。若要用运动科学来比较，真美，逐项拢输啦。你要用什么赢人啦？论运动年龄、论爆发力、论肌力、论世界比赛的经验，逐项拢输啦。啊，输安怎？输到了，我们还有2场，我们还有1场，那个有。第3局，佮赶快开始各红球，这边无球到4公尺，嘛无球到3个，球到2公尺。教练安怎打算就讲，他们比我们会更软弱，已经无法通把咱诱过去啊！我们不可以再犯规。结果呢？中国佮3遍犯规，红旗啊佮举起来，中国输，台湾赢。你这是报纸看无的啦，这叫台湾的奇迹啦。后迄个世界金牌，讲无打对方诱过，拢红3遍拢红诱过去的。有没有看到这个？3遍拢红诱过，啊，怎样啦？啊，球啊真水啊！啊，3遍拢姿势真水啊！哎，换另外一个角度讲，你要让我球赢嘛，无遐简单就对了。啊，你要用迄奥波，用操波，用犯规都做啊！人去个在上帝是公正的，裁判是公正的，谁看到？啊，就随个机啊来举起来，这队吼，若讲扣着嘛，真正扣着啦，吼！啊，你若爱看，等一下人爱看。啊，手是拢安尼，规个拢结练啊，啊，挂只拢结练啊。啊，这是倒来淡江的礼拜堂做见证，今年的6月13倒来做见证。这阿姆是无水的查某囝，啊，校长来手举起来。经过半年后，顶个月9月去南非参加，哇，室外，头拄仔我咧讲要室内，哇，室外正港。9个国家13个队伍，中国唔敢来，咱摕到世界室外冠军，啊，这是真正实力的，这是真正实力，啊，拢安尼4公尺叫，啊，头前迄个吼，你著听到会感觉台湾的记者，上帝天佑台湾呐，天佑台湾。来为我咧用这个例，就是咧甲咱讲一个真要紧的事实，若是用客观的比较，你真济。拢输，今仔日为什么咱就爱信仰？啊，无咱就免信仰啊，就对了，比大箍背啊，比称重的就好啊咧。信仰都是伫这个人感觉无可能、真软弱的时阵，真多啥？今仔日牧师娘传咱迄条握手，我真爱向软弱挥挥手，对吧？向刚强握手，向悲哀挥挥手，向喜乐握手，把好的去握住。各位，来为下的姊妹。求上帝帮助咱，每一遍来到上帝面头前，你来算上帝恩典偌济伫咱的中间。第3方面，我要甲咱三个勉励，就是请咱唔通袂激进，你着爱到常常得到，迄个极其水的迄个境界是啥物货？咱来敬拜上帝，咱欢喜背十字架，咱欢喜行这条各各他的道路，咱欢喜担当这个，你着晓得迄个极其水的。迄个境界是啥物货？今仔日咱若无比别人伫咱的脑海中有迄个极其水，上帝永远迄啥物叫做老人甲比，迄个物件伫咱的内面吼。你伫世间，你行袂落去，你会拄着人黄石头来你顶，啊，你会拄着做啊流汗、风险啊流烂，啊，你会为着真理、为着听去误会，啊，你会当大。啊，所以当你去拄着这个代志的时阵，那亲像摩西。结果唔知要安怎，佮拢拍伫地里，家里甲钥匙，我就徛起来讲，阮所看到迄个是极其水的地，耶和华会亲手带咱入去，唔来甲咱带咱入去，要佮享受互咱，互咱去担着老年甲面，这个过程描写得真水。所以家里一直心内，你想想讲，阮伫遐要做以色列国度，阮的支派的领袖，我要安怎来起做这个家？求上帝帮助咱，
你有这种的远景，有这种的感动，才会当面对着你的人生有真济挑战、真济困难、真济灾难。所以，求上帝帮助咱，伫起条的上帝永远的下面，咱好胆勇敢来向前来行。最后，我要用我个人，他都要讲真美，用我个人。有人讲啊，蔡牧师，你也毋是读体育系。啊！你开做全国拔河的总教练，啊！你搁带书呆去参加国际世界杯比赛，个啊所培养出来学生，正多伫全台湾各所在咧教拔河，啊！因也写硕士论文、写博士论文，咧写研究拔河。我要讲，我伫1992年伫台北公馆教会，拄伫时代风波头前，当时的体育研究所都伫遐。我就真爱去学校运动，啊，就大因的系主任讲，我是毋是会使来用学校的重量训练室？啊，我就介绍讲，我过去的鼓动选手，啊，我搁参加健美，所以这计时头啊，这我会当用。伊讲，伊看着讲我已经运动有20多年的重量训练，伊都送我一本册。这个教练叫做林正常教授，伊做研究写这个重量训练的科学方法。伊是专门做学者咧写这，啊，我是直接咧做。啊，感谢主，我就有一个所在。迄个时也无啥物佳作，有这金牌拢无。1992年18年前，我就去遐运动。我来上帝讲，上帝啊，我一个牧师已经要40岁啊，我今年58岁。啊，迄个时阵才40岁。啊，你互我来遮会当运动，含遮少年家啊，拢18、9岁、20岁，啊，来遮运动。啊，我踢得袂水，啊，嘛真水的田径的选手，3铁的选手伫遐咧。啊，我就想讲，啊，我既然伫遐吼，啊，互知讲我是牧师，啊，我毋是干那来伫遐运动了，就和迄无关系，所以我就立志做这样代志。我讲，上帝，你甲我陪伴迄个所在，迄就是我要甲这学生接触的所在。安尼听有无？真自然接触的所在啦。我倒咧行，徛咧行，照行咧行，真自然。因为看到讲啊，有一个牧师伫遐咧行，啊，我嘛当陪伴伊行。所以我就立志讲，我会当伫遐做义工，无人教你做，啥物义工？扫地。所以我去运动的是早扫帚去，我去运动早踱步。咱知迄个健身房真侪行嘛，哎，起来，这样，啊，涂到有地图师有本事啦，这去。哦，1公斤的死咧，啊，还是搭海去，换一个，1公斤换一个。安尼经过半年久，啊，我就陪因做，讲啊，因较渐知影讲有一个牧师。伫学校门口口迄个，我地理上都真紧啊！就知影讲迄个牧师啊，伫遮咧运，总是有人还佫毋捌我，所以有一日咧，一个学生走来甲我，看我伫遐咧扫地，甲我问一句话，讲先生，你几点要关门？打动作讲有了，对了，先生，你几点要关门？我伫遐咧扫地嘛，哎呦，你几点要关？啊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要关门哈，我们可以在这边运动啊。哇，讲我是教会牧师。啊！我去的时候，我会扎梭啊！我当然无是扎30公尺，我扎到4公尺，啊，然后扎8公尺，啊去搞迄个滑轮，我伫遐咧家己研究拔河。当有一日，即间学校有一群学生想要学游梭的时，我真清楚，暗时10点半走来教会头啊弄门，蔡牧师，请你来台湾教拔河好，因为阮看到你伫做咱拢咧游梭啊，不别人伫遐咧游，甲咱咧游。啊，我讲啊，对，我就是全国的技术主义啊，所以我嘛是对零开始啊。啊，我会爱拔河，就是因为古代较简密啊，伤过个人主义，无甲人分享。啊，伫拔河内面要同心协力，啊，有真侪目屎，有真侪欢喜，有团体在，我较爱。我讲啊，你要爱我去教拔河吼，做是学校毋知有同意无吼，啊无安尼啦，你得爱甲恁的系主任讲，啊，互系主任出面。讲蔡牧师啊，请你来台湾教，安尼我就去。哦，因就跟伊讲咧，讲了有一日呢，这个系主任就召集所有想要学拔河啊，30-40个拢来啊。啊，利用中昼是食饭的时，这个系主任毋是校长哦，系主任家己写一张聘书，啊，蔡某某，请你担任阮师范大学的拔河的教练吼。啊，定是到定的，啊，尾后有3字的，讲这3字上要紧，这3字啥物呢？叫做无己执，
无钱，食无钱头路就对了，无钱。啊，即个学生爱要学吧，啊好后母即个编制啊，伊都要爱，啊都无钱啊。啊，毋过迄个系主任，捌做过体委会的主委叫做许义雄，我今仔要将伊的话送互咱。伊讲虽然是无钱吼，就是我要送你一句话。伊讲吼，有钱好办事，对吧？有钱好做代志，对吧？有钱好办事，有钱好办事。啊，没钱呢，好做事。伊来讲，没钱办好事了，无钱办好代志了。你有相信这样代志无？无钱，确实你考验一个人的精神意义甲价值啊，毋是为着钱起啊咧教把号，听有无？这个囡仔，就是听我讲啊，这个牧师就是无钱来教我，阮得爱认真学。啊，其实哦，啊，我嘛无二步七啦，我嘛当咧学尔呢。我就赶紧去收集资料，啊来学，啊过来教这个教学相长，都安尼一起来，一起来来为。所以我要甲恁讲，我今仔日当做全国把号的总教练哦，啊，搁做师大教练。用单位讲，这扫地扫来的就对了，扫地扫来。伫你咧扫地中间人捌你，我有发现咱中间有侪60岁特别退休的人，你爱准备心。上帝，互你有真侪温数，你的确有扫地的温数，佚佗骹的温数，真侪温数。上帝，互我有有所的温数，你着伫你温数的中间做义工，啊，这是上帝互我的感动。我看，你的确大大小小拢有温数，你伫迄个受感动中间去看到上帝互你的迄个意境。所以感谢上帝，这条路行10几年来，互台湾才把好队伫世界咧发光。毋是我教，我感觉有上帝好的意思，因为伫这内面有真侪目屎，有真侪故事。啊，恁若爱要看，会当看吴念真最近为着大理高中，毋是世界第一名，世界第2名出一本大理高中的把号的册，你看着会流目屎，看着会流。啊！伫迄个中间，咱知影讲，人生若无受感动吼，你枉费你来到这个世间。啊，毋是少年人较会受感动，不管是特别是来做礼拜的中间，你安静的上帝，上帝互你的稳定，上帝互你的切恳，你就会流目屎。我最后讲，我头拄仔坐车来时，因为我是牧师吼，有一个70几岁的姊妹走来就讲，错无？伊毋知影我是现场，伊讲牧师。啊！我有看到你，我带你请安。啊，我是马街病院的义工。哦，马街病院义工。啊，你要去倒位？我要去马街纪念教会做礼拜。哦，你开始走伫啊？我著伫遐做义工，所以遐做礼拜。啊，最近来一个对台南来的牧师。啊，我遐较亲，因为阮爸爸叫李家祥牧师，啊，阮小弟叫李不育牧师啦。好，李不育。啊，我爸爸也牧师，小弟也牧师。哦，安尼。啊，我真受感动，因为我的妈妈。嘛，伫新老病院做义工做12年久，啊，伫破病时，就是即个董崇林牧师拢去带伊看，所以我看到即个老大人走来同我请安，因为我就牧师讲牧师，我来你请安，啊，我伫马街病院咧做义工，我哪亲像看到我的妈妈共款，因为伫迄个受感动的中间，上帝互咱有快乐，啊，伊的祝福甲应允。你有当时所料想袂到的事，所以我伫遮恳求咱，你伫敬拜中间有去体会到上帝恩典、应允甲祝福伫咱的中间无？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。万权能的上帝，你早已经被万变，要互以色列人入去伫迄个迦南地。总是侪人因看袂出迄个迦南地真正水的所在，真正老年甲蜜极其好的所在。因感觉咱像倒咧困就会当入去到伫迄个所在。其实伫迄个过程，就要经验到上帝你的应允，你的信息永远伫地，你的快乐高也应用，伫人极其软弱的时阵显出你的勇壮伫阮的中间。上帝求你保守阮属灵教会，面对头前所要行的路，有上帝你亲手牵引。我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